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和伊的男朋友林炳初去下动手，高嘉瑜已经报案，警方伫早起嘛抓着人的新闻咯。过来，今仔有8例境外病例，过来感染科医师是表示，奥密克戎未来一定会伫咱台湾出现，目前挂嘴暗的政策未当放零。麦仔牛肉、阿门头搁去茶油4项产品，对今仔开始关税搁废物税拢降，望讲会当来稳定物价。新闻开始来看，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和伊的男朋友林炳初起骹动手，拍甲真惨。高嘉瑜昨已经向警方报案，早起伫律师的陪同，嘛伫法院开记者会。伊讲，伊看到人上黑暗、上恐怖的一面，嘛讲家己袂晓看人，感觉家己真戆、真见笑哦，所以一开始拢唔敢互大家知影。公开说明的过程中，伊嘛艰苦甲讲袂落去。那整个过程。我是不想再去想了，但是说实话，我人生的第一次遇到这种。讲到去暴力对待的过程，高嘉瑜一度是话讲袂出嘴。伊讲家己嘛无想到会拄到安尼恐怖真人，佮加上对方掌握到两人亲密的相片甲影片，佮继续恐吓，伊感觉真惊吓，一开始只会当顺着对方。他惯用的手法可能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去胁迫他的女朋友，不管是我或是其他的受害人，其实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跟状况。所以第一时间，当然我们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威胁跟恐惧之下，其实也只能顺着他的意思，然后尽量的不要去激怒他。拍人的林先事后向高嘉瑜讲这是伊第一届对着女性安尼做。佮讲有看身心科的医生有食药啊。不过媒体报道了后，高嘉瑜才知影伊毋是第一届安尼做。高嘉瑜嘛决定要来报案，以免佫有下一名受害者。我觉得受害者可能不是只有我，但是今天这个事件之后，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受害者。那我们今天呢，也一样要跟时间赛跑，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再检具相关的重要事证呢，来送往这个新北地检署呢，作为检方日后侦办的一个参考。高嘉瑜讲，也是无拄到安尼代志，是毋知影去暴力对待的恐怖甲惊吓，伊用家己的经验来呼吁，所有去暴力对待的人啊，勇敢来面对，并且寻求协助。记者张志雄、王德新 SNG 小组台北报道。来看，检警今仔透早已经抓到林炳初，嘛查扣伊的手机、电脑。检方强调讲，会赶紧抓人是犯了嫌犯，有可能会毁掉证据，嘛有可能会逃亡。传讲嫌犯的手中有高嘉瑜甲其他查囡仔的一寡影像。检方是强调讲，这个证据会保密，专案是以伤害、强制等罪来侦办。那为什么要跟议员动粗啊？没有。为什么要打女人？没有。是还有拍不雅影片。无论媒体安怎甲问，这个查甫人都是坚持讲伊无做这个代志，伊就是涉嫌甲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起骹动手，还佮爆出限制对方人身自由的高嘉瑜现任的男朋友，且伊去互警方铐手铐，为邦桥的饭店躯体到案。最主要会采取这个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紧急的搜索，以及这个具体的动作哈。最主要就是避免哈，因为这个媒体的大幅的报道哈，导致这个证据的湮灭，还有被告逃亡。11月30日，高嘉瑜伫律师的陪同之下，去派出所报案，检方嘛主动分案侦办，而且认定这个涉任的男性，还佫涉嫌甲伊拘禁、甲强制等罪，犯罪嫌疑重大。因为安尼，伫迄天的暗时啊，就甲法院申请搜索票甲躯体票。检方表示，躯体过程是真顺利，8点钟内就甲嫌犯躯体到案，而且查扣伊的手机啊、甲随身碟等等的物件。是依照这个告诉人哈，也就是这个被害人的指述哈，认为这些这个随身碟或者手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私密的这个影像或者照片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暂时就是先予以扣押。因为这个涉任的嫌犯，伊的手机啊等等的物件内底，那像是有高嘉瑜甲其他的女性温书的影像。检方强调讲，针对查扣的物件，会以秘密文件方式来处理甲查验，嘛袂当甲任何人泄露其中的内容。若敢也有其他的人受害，专案会向伤害、私刑拘禁、强制、妨害秘密等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签署公告，立法院顶个月三读通过金钟烧了风地法，相当是当判5档的有期徒。针对高嘉瑜的事件，总统蔡英文嘛谴责暴力，宣示讲政府执法的决心。恭请总统签署法令。
总统蔡文正式签署金钟塑胶防治法，宣告生效，搁伫6个月了后实施。金塑法11月19日立法院三读通过，明定定义。8大金属用态包含监视手伫遐对伫后边顶，相当应处5年徒刑。若有一直犯罪，应有方刑羁押。蔡英文也讲到平稳如事件满25年，强调这是落实性别保障防治重要一步。有了这部专法，未来对于不当的跟踪及骚扰行为，公权力可以提早介入，提早防范危害。在这条路上，我们永远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全体的国人的生活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安心。最近有真侪金属暴力事件，加上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和10部朋友施暴，蔡文就此宣示政府执法的决心，也爱警政署赶紧完成教育训练，加必要尽力情报。立法院民进党团也开记者会，专接相关高嘉瑜。我们谢谢嘉瑜站出来，也会支持他，也为他一起加油。我们家暴法1998年就通过，2007年就把它扩大适用到同居关系。立委表示，任何暴力都应该被谴责。在这摆事件当中，显示家庭暴力甲无经过同意的私密性影像，应被用来做威胁的武器。目前已提出的专法草案已经一度付费，也要求法务部赶紧立法。记者综合报道。恐怖一年的案件常常发生，卫生福利部调查就显示讲，台湾18岁到74岁，无论是翁仔某侦判5个人内底，都有1个人捌拄到亲密关系暴力。专家嘛提醒讲，若拄到，一定爱靠救兵来保护家己。立委高嘉瑜的服务处大门锁开无开放，根据平面媒体报道，伊疑似和10个朋友暴力对待，甚至被控制行动。不过，同款有名人遭遇暴力事件不止这一件。他的前妻也是这样被他家暴，我想对我对他前任被他打过的人，这都是非常大的痛。经台北市机关动用案，2017年和现时的太太李秀环指控家暴，伫10月底。捌做过台北华汇公司副董事长的吕盈盈，也捌伫2005年传出被家暴的事件。根据卫福部调查，18到74岁有亲密伴侣的妇女，平均每5人都有1人捌遭遇另外一半攻击。发生这件事情，错绝对不在他，错是在这个行为人。性私密影像呢，它有被窃录下来的话，这个是加重强制性交罪的这个要件之一。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专法，就是让这个被害人呢，他的影片还没有散播出去之前，是可以及时的来把它打住。调查显示，各种暴力形态当中，以精神暴力形成率12.76上悬，第2是肢体暴力加经济暴力这个形态。律师提醒受害者唔通忍耐，个学者分析，亲密关系暴力甲性别无关系，主要是人格甲品格成熟度。不过交往初期真歹发现情绪不稳定，妒忌心很强，自我中心非常明显，没有同理心，甚至会威胁。这些症状它不会在谈恋爱初就展现出来。谈恋爱的时候不能急，你一定要慢慢来。专家提醒，若是拄到违纪、肢体暴力，甚至是金钟塑胶才进行，爱记适时对外求助，才能互家己真正远离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拍人的林炳初是政大博士班的学生，政大嘛表示，若是拍人限制自由是事实，就会当退学处分。台师大等一寡大学，其实已经甲亲密关系嘛加入校规咯。台师大最近就规定讲，若是学生逢判刑3档以上，就会当退学处分。已经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若是牵涉到暴力事件，各校的总庭办法早就规定会看情形来记小过也是大过。不过暴力的对象若是共校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校外的侦判，学校敢有法度通管呢？台师大甲台大即马已经将亲密关系加入去学生的总庭办法内底。台师大最近阁要修改办法，希望会当规范了女救济。性侵害、性骚扰跟性霸凌的部分呢，根据情节的轻重呢，来定奖惩的一些办法。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呢，已经达到了本刑3年以上的话，就会予以退学。用校规来规范成年学生的个人行为，林美君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虽然望用教育透过辅导、宣导来处理，不过若是已经违反着法律，
校规嘛是得爱来处分。部分的大学生嘛表示认同。刑法之外，我觉得校规是可以跟上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学生，所以还是用校规来去教育你吧。就是你还没有出社会，就没有对你那么的严苛。另外，林维君嘛表示，司法审判需要时间，加害学生这段期间敢会当搁去学校上课，嘛是一个难题。若是当事人拢是共校甚至共学系的学生，要搁上共款的课，除了启动性平调查，嘛一定要将因隔开来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无新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有8例境外病例。目前咱国内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是5%。指挥中心嘛指出出境2档，若是户口防迁出，未来是会当放令来认定，会使继续来健保，权益未受到影响。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也是没有本土案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有8例。那第2季到56.8%。2月3号，是一个国际身心的障碍日。戴透明口罩能够减少听障碍、听觉障碍者接受资讯的障碍。那我们针对这个出境满2年户籍迁出的这个民众就是他可以跟健保署申请他从退保之日开始接续纳保。再来看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已经看到真侪国家了。感染科医师李秉颖是讲，台湾未来嘛一定会出现这款病毒。伊嘛讲国内疫苗注射率阁无够，一定爱阁继续拍拼。第3档嘛爱阁继续追加。第2来个出门挂喙暗的政策嘛是阁袂当放零。伫真侪国家拢出现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科医师李秉颖分析，观察新冠病毒变异过程，症状为低呼吸道慢慢转向下呼吸道，虽然表示新冠病毒未来朝向轻症化发展，毋过做疫苗依然是重要的防疫政策。伊表示，奥密克戎一定会进入台湾，爱赶紧有关疫苗注射率。入境旅客得到奥密克戎进来，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打2剂疫苗有穿透性感染，打3剂、打4剂、打5剂还是会有穿透性感染，只是说你疫苗打得越多次，抗体越高，你发生穿透性感染的几率会越来越少，但并不是没有。万方病院感染科主任李文生也呼吁，未来2礼拜是观察奥密克戎关键期，病毒特性甲致死率拢更较清楚。台湾爱做的是，春节等下台湾民众伫12月底左右就会陆续回来，政府爱陆续检疫加严，严防民众出现拍走的情形。另外，因为病毒可能由低呼吸道转到下呼吸道，建议采检的方式也会改变。病毒它有时候在上呼吸道，有时候在下呼吸道，都会导致时阴时阳。如果说有一些在检疫期间采检是阴性，然后你放它出来到社区，后来发现它阴转阳，就造成这个防疫的破口。医师呼吁，目前国内虽然疫情缓和，伫餐厅内底食物件解禁，毋过建议食物件了后一定要马上挂喙安。年底参加大型聚会，也要确实落实个人的防疫。面对变种病毒随时可能入来，一定袂当放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间防疫旅馆昨暗火灾，是对一个当个检疫隔离细路的查甫人的房间导火，消防队真紧就甲火拍花。也毋过，这细路的查甫人情绪无介稳定，警方嘛甲伊强制送医。消防车就定位准备抓水，楼下民众大家是议论纷纷。台中市11月30号暗时8点左右，中区公园路一间防疫旅馆传出火警，消防队员是真紧来到现场拍火。上到7楼以后，发现那个大门有一间房间的大门紧闭，那些有冒出些许白烟，所以我们就用门卡强行破坏以后，然后进入。那疑似纵火者就情绪非常的躁动不配合。消防局表示，现场无人伤亡，导火房间内底只有地毯甲杂物受损。房间内一名拄位国外返来台湾，当地咧接受检疫隔离的罗姓男子疑似放火，但是因为情绪袂稳，消防队是马上请警方来协助。警员是穿全套的防护衫上楼，制服罗姓男子。警方指出，罗姓嫌犯自称心情郁卒，所以伫咧旅馆内底烧物件。发现有一个卢姓的民众有这个纵火的嫌疑，那我们立刻将他逮捕了。那依据这个卢显他是自称因为心情不佳，那焚烧房内的物品导致起火。
警方调查，罗姓男子曾经到奥地利、土耳其等等的国家，在1月27号来到防疫旅馆住，但是罗姓男子强抓了后，自称身体无爽快，因此先介护送医，后续会以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另外，详细起火原因也阁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台中报道。有外国媒体指出，美国陆军甲民间公司签一张9400万美金的合约，其中包括要来提升爱国者3型飞弹的性能。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表示，虽然还未收到通知哦，也毋过这应该对咱国的防卫作战会有帮助。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坐专机去宣传公投，动用行政资源，邱国正是讲哦，这算是公务的行程，国军配合办理。为了反制中国的威胁，咱国部署爱国者3型飞弹系统，要来捍卫防空安全。嘛，佫一概甲美国买爱3飞弹。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陆军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差不多9400万美金的合约，会甲爱3飞弹更新找出目标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功能提升案，包括台湾等等使用的国家嘛引起关注。任何武器装备要升等升级，我们都是一个好的，对我们防卫作战有利的嘛。我们会参与，但目前的状况，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正式通知，要怎么个做法。不过，国军国买爱3飞弹，甲美国国造的天宫3型飞弹的功能强绑咧。空军回应讲，这两个性能并无同款。爱3飞弹主要是用伫反制弹道的飞弹。也那立委是关心讲，美国参众议员在日来台湾的时阵，传出推销军事用资。邱国正无否认，强调讲出来走跳拢爱行，家己的国家要是家己救。一个方案一过以后，啪交给我，我们就照办。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不是美国，所以这个方案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当然就讨论可以接受到什么地步。如果不能，甚至于没有经过我讨论，那我们就这不可能硬吞嘛。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搭专机去做宣传演讲，去向质疑讲是动用行政资源。南亚立委要求国防部爱公开总统、副总统甲行政院长坐专机的记录。邱国正表示，爱看规定敢有稳准，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说台海情势40年来最紧张，你还要忙载着苏院长去。委员既然认为国防部这么很辛苦，又忙这个忙那个话，建议委员就不要再让我们辛苦一次了。部长。你知道吗？如果不把它揪出来，你们会更辛苦。那监察院巡查国防部，关注提关军事训练役的役期。邱国正回应讲，唔是国防部单方面讲了就有准算，这是政策拟定的问题，会去了解议题发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马仔牛肉、澳门头跟汽柴油这4项产品哦，对今仔开始关税跟货物税拢降。经济部是表示讲，希望会当来稳定物价。也毋过，大多数民众是认为讲降税只是去好着业者哦，民生的消费根本就无差。一般来讲哦，物件拢只会起价，无可能会落价。最近进口原物料的成本一直在起，为了要减轻通膨的压力，行政院宣布讲，民生大宗物资要来调降关税甲货物税，希望会当来平放物价。不过，真侪民众拢认为讲降税利益。干那厂商会当受到好处，也那这个南山卖小盘要降价的机会无大。可是我觉得太难了，不太可能。商人或者他们也是要过生活，要赚钱。明明就已经它的成本降低了，它要涨钱，就直接就抵制啊，就不要买啊。4项民生物资，其中这个马仔的关税降做免税，牛肉关税是减半，阿妈头的货物税减半。汽油甲柴油的货物税，从12月初1开始，一公升就调降1块到1.1块。不过，小卖业表示讲，还未接到顶手这个厂商的降价消息，强调讲价销会来维持原本的价销，袂降价。不过，伫农历过年了后，有计划讲要搁较起价。以牛肉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啦，因为主要是运费没有压下来。有立委认为讲。降税利益，民众看会到、食袂到，亲像涨水好心食无。建议讲政府都要来到达经济措施，要若无这个降税是袂当落价。那也希望他们配合这样的政策。你只希望啊，如果他没有配合呢？他确实下游的供应端是比较复杂的。好，那我们会让大家知道说，第一个政府有努力在解决问题。那第二个呢，汽柴油今天马上就降1.1元，那这个是很有感的。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讲，降税维持4个月了后，会刷咧来甲延长时程，会注意这个国际经济。
金融影响，也若后礼拜一的油价是毋是会搁再落价，会来维持亚洲国家上低绩效，还佫有这个平稳措施的双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作业是真欠工哦，劳动部嘛甲因作业纳入特定行业就业奖励津贴的补助范围内底，四个劳工去因作业工作一个月是会当领到5000块到7000块的补助，上济会当领18个月。原本做汽车冷压技术人员的曲先生，本身对重机械道有兴趣，为着要互家己有其他的专长，伊离开原本的职务，投入怪手的训练课程，尾也有摕到证照。再搁透过好买就业中心来媒合，即卖已经做营造产业已经1年的时间啊。是朋友有说，这个营造业有提供这个缺工奖励啦，然后想说如果有转换行业的话，这个奖励算是可以帮助到这个新进的朋友这样。营造业的工课较危险嘛较粗重，所以民众投入这个行业的意愿就会较低。不过最近这几年，营造产业大欠工，为着要解决产业的困境，劳动部甲营造业纳入去特定行业就业奖励津贴补助的范围，希望透过补助津贴，让更较侪人会当来投入营造的产业。如果对营造业有兴趣的，那欢迎来就业中心找工作哈。那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缺工奖励每个月5000到7000元，最高有108000元的补助。那欢迎大家到就业中心来。好买就业中心表示，无论是专业营造业、土木工业等等的厂商，只要做基础劳力的工课，应建技术人员等等，月薪至少会当领3-4万块。若有符合特定行业的补贴，一个月会当加领5000至7000，上济会当领18个月。希望透过奖励津贴，甲营造业欠卡手的问题会当赶紧补好到业。记者综合报道。不满中共迫害人权，国际社会有抵制北京当季奥运的声音哦。时代力量嘛提案建议行政院嘛做出回应。公民团体嘛强调讲，无人权就无奥运，呼吁立法院就爱通过这个提案。因为中共耍咧来侵害境内维吾尔族人因的人权，并且搁来镇压异议人士，包含土耳其的这个维吾尔团体，呼吁各国爱派上少的人数来参赛，来抵制这个赛事。时代力量党团嘛，因为安尼来提出决议案，请行政院伫适当的时机，爱来做出正确的回应。建请行政院审慎评估，注意国际抵制2022年第24届北京冬季奥运会局势，并在适当时机做出正确回应。希望朝野各党团共同支持。专案目前已经交付议托，嘛交予朝野来协商。公民团体伫咧初一即天嘛来举行记者会，强调各界讲爱注意这个中共侵害人权的问题。佮特别强调讲，若是无人权，安尼就无奥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实已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有关押了200万人以上的穆斯林维吾尔人，那也被多国的行政机关、国会认定他已经涉及这个种族灭绝、违反人道罪。把50几个藏人自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今天在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共对人民跟中共对人权是完全没有的。公民团体认为讲，目前考虑到两方的关系，台湾的选手若是要去北京来参赛，政府嘛应该爱来注意这个因的人身安全，所以嘛呼吁讲，立法院一定爱来通过这个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日本甲法国昨午拢出现新变种的 Omicron 头一个，目前这种变种病毒嘛已经传到全世界20个国家了。荷兰上新的研究嘛发现讲，伫南非还未提出警告之前 ，Omicron 这种变种病毒嘛已经伫欧洲拖1礼拜了。巴黎这间药局无用的体检，法国伫海外属地2年外发现第一件奥密克戎病例，佮通报国内过去24小时新增加确诊4.7万例，是非4月7日以来大日上悬，显示疫情的滚价。新变种奥密克戎入侵欧洲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的佮较早。荷兰上新研究发现，伫南非事件进前已经伫欧洲出现差不多1礼拜。The Netherlands tested people coming in with 2 flights on Friday, 26th. And upon testing, we found that 14 passengers were infected. We found 2 additional cases
of Omicron variant, which have been sampled on the 19th and the 23rd of November. Omicron 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目前依然唔知影，伊的传播力是不是造成重症，甲疫苗是不是用抵抗？南非专家初步判定，这病毒的传染力可能超过 Delta。美国工会专家福奇认为，伊是不是用加州主宰也真歹讲。In fact, and some of those admissions might have started before we think the emergence of Omicron, and we also seen that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influenza cases in South Africa just in the last month or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whether or not this particular variant is going to result in severe disease. When you look at the molecular configuration of those particular variants, it suggests strongly that there's increased transmissio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andemic viru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nfer w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transmissibility is and Delta. 日本第30日通报 Omicron 第一例，显示这份机器世界各地甲经济全球化时代，想要控制病毒无简单，也和国际社会伫恢复正常期待甲可能面对上海情形烦恼之间，心情起起落落。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国庆日邀请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行演讲哦。安倍表示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嘛强调讲会拍拼来协助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加入 WHO 等国际组织哦。安倍嘛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话，讲若是采取军事行动，这就等于是经济自杀。前外交部长田和茂担任国庆日董事长，邀请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行演讲，佮开放现场提问。安倍一开场，就表明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私は台湾の TPP 参加を支持いたします。ルール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を維持し、強くしていく上で。TPP の果たす役割は重要です。台湾にはその参加資格が十二分に備わっている。对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安倍也特别强调，将尽所能协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WHO 等国际组织，让台湾有发言权。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声，军事冒险行動應該是行經濟自殺的道路。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世界の経済に深い関係を持っていますから、台湾に軍事的冒険を仕掛けた場合、世界経済に重大な影響を及ぼさずにはいません。すなわち中国は深手を負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ります。安倍表示，台日爱充实经济甲军事实力，除了继续展现力量来抗衡以外，同时爱一直说服中国采取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就增强家己的能力，增强华日美同盟的实力。对台日半导体产业合作乐观其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11月30日表示讲，伊无注意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嘛坦承讲目前的通货膨胀毋是暂时的现象，所以联准会嘛拍算要赶紧来减少购债的规模。鲍尔的表态造成美国股市大落。另外一方面哦，因为能源的价格一直在起，嘛带动欧元区11月份通货膨胀的指数创下有史以来新高的纪录。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11月30日伫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做证的时阵证实，Omicron 新冠变异株确实会对所来去的经济形势造成冲击。The recent rise in COVID-19 cas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Omicron variant pose downside risks to th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creased uncertainty for inflation. 鲍尔也表示，联准会错过通货膨胀的情势，也认为供应链危机无法度预测，也承认目前的通货膨胀毋是暂时现象，所以联准会会赶紧减少购债规模，甚至提前结束购债政策。But at this point, the economy is very strong and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re high, and it is therefore appropriate, in my view, to consider wrapping up the taper of our asset purchases, which we actually announced at the November meeting.Perhaps a few months sooner. 外界预测，联准会购债政策可能伫2022年春天就结束，了后随时会升利息。之前联准会一直强调，
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未对经济造成长期影响。不过鲍尔这一摆对通货膨胀的解说，也指出礼拜二美国三大指数6个幅度扩大。分析师指出，目前经济市场上烦恼的也是 Omicron 变异株对经济的伤害程度。There are three key questions. One is its transmissibility, how quickly it spreads. A second is the number of mutations that it has, and will it evade vaccines, the existing vaccines? And the third is how deadly is it? What's its mortality? 另外一方面，欧洲统计局11月30宣布，包含德国、法国在内19个使用欧元的国家，11月消费者物价升悬4.9%，不止比10月份的4.1%较悬，佮创下1997年开始汇整数据了后的上悬纪录。这也是欧洲中央银行设定2%通货膨胀目标的2倍外。欧元区生活成本增加，也让欧洲央行面临提早收安刺激经济措施加上利息的压力。不过，欧洲央行坚持表示，欧元区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烦恼若伤过紧采取行动，可能会阻挡疫情了后的经济复苏。公司新闻警员庆评语。澳洲国会发现讲，每3个人都有一个人捌防骗蛇哦。针对这个新的调查结果哦，澳洲的总理莫里森是讲，伊唔敢相信。另外，伫墨西哥15岁以上的女性有超过60%拢捌防起卡动手，有一个女权的人士因为捌受过暴力对待哦，有受到国际上的斗相共，帮伊讨回公道。伊就募款来筹备一间庇护中心哦，即马这间中心嘛已经开始运作了。有理想的男性政治家认为，因用将你染的心理刻意做出任何因想要做的代志，也可能对你的外表批评。大家拢知影，这是体制文化之下温准的。这是一个伫澳洲国会工作的受访者讲到的经历。根据一项针对澳洲国会性别歧视文化调查发现，国会内底每3人就1人捌经过性骚扰，超过一半被不当对待。Over half, that is 51% of all people currently in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workplaces, have experienced at least one incident of bullying, sexual harassment, or actual or attempted sexual assault. There is also a worryingly low level of reporting, indicating that it's not safe to speak. Only 11% of people who'd experienced sexual harassment reported their experience. 总理莫里森对报告内容表示着惊，让人不安。相关调查起因是2019年3月，国会工作人员施金斯表示，家己捌伫部长办公室和同事相亲，相关控诉引起关注。莫里森下令今年2月来调查。要被联合国认为是世界上对女性上暴力的国家之一，墨西哥唔知什么时阵用洗掉这恶名。不过至少女权人士伊尼斯·费南德兹已经在做啊，要被施暴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会有机会为家己找找司法证据。由伊尼斯·费南德兹走从9月落成的庇护中心，其中一项功能就是协助受害者将在国内未当得到的公平审判案件提交国际司法机关。Dini ni kora porque ni kaninda ni kagaya justicia na tunga mi shiho。费南德兹因为原住民的身份被歧视，讲的话也无被采信，伊将家己案件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墨西哥政府最后被判有罪，爱赔偿，所以有这间知识之家。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阿富汗目前是塔利班的掌权，若出现经济危机，毛愈来愈侪人有老无厝，穿袂饱，食袂饱，穿袂少哦。官人已经到了，领导救援团体嘛已经出动，伫阿富汗来发送物资。印度组织赶咧发物资，因为冬天就会到位。阿富汗虽然是亚热带国家，不过伫热量加上山真济。冬天热天气温变化大，部分地区真寒，若是无做好准备，效果不堪设想。خانه لوجد به خاطر چوب از من اینجا که نه فرش است دل بشکش هم میاد دیگه این کارو میکنه خانه میپرته و سطل است میاد. You have nearly 10 million who are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starvation. Children are at risk of dying and more needs to be done soon. Winter is around the corner and winter in Afghanistan can kill. 联合国估算，差不多有2400万阿富汗人需要人道援助，这数字比塔利班多上台时阵加出600万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协助阿富汗经济稳定，才袂发生人道灾难。公司新闻徐焕玲编译。
有真侪位民进党的立委今仔出面呼吁讲，应该赶紧来成立南部电视台，甲设伫高雄来减少南北资讯的落差。文化部是强调讲，伊嘛希望会使赶紧来促成哦，也毋过阁有预算甲一寡法规的问题需要解决。落实公广南部台设在高雄。高雄市民进党立委徛规排发口号咧，呼吁讲要落实文化平权，减少南北的落差，都要紧的甲这个公共南部台甲设伫咧高雄。从2005年开始，就咧策动这个案的立委管碧玲伊讲，2006年的1月初4。无线电视事业公告条例草案三读的时阵，通过公共电视集团未来伫5年内要为南部发展的附带决议，不过一直到即卖还阁无确定的时间表。公安集团再度南迁的议题，再度在这个时机点，刚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个是对国家发展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已经延迟了10几年了。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尽速来推动，包括台语台的部分，现在在公示内，我们也希望它优先来往南去迁移啦。也若对这个高雄设立公共南部台，文化部表示讲，这是地方的平衡甲文化观点的多元性，伊有绝对的认同。不过伫眼前，也阁有预算要编列，也阁有法律上的问题要来解决。除了预算的编列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公共电视法，也得要有局部的修法，才有办法把这整个这个财产的移拨啦，或是什么可以顺利的交到我们公共电视上来营运。文化部回应讲，从111年开始，这个预算已经送到立法院，即马当地的南部台成立进程。除了讲目前还阁有伫个高雄简易的这个摄影棚以外，今年度甲后年度的这个编列嘛拢有预算，支持高雄市府伫个即马有的空间来增设摄影棚，也阁有来制播更较侪节目。也若讲南部台的硬体预算部分，目前还阁无时间表，嘛还未争取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新兴区，旧的今日戏院无真实听，早暗因为风上过头，时间的威力高风雨网拢互风吹倒，加载是无人着伤哦。这嘛已经是今年第4届的意外咯。市政府要求停工，嘛罚30万，因做厂甲建筑师嘛以违反公共危险以上罚款。家长带囡仔准备倒去厝边，时间规离甲风雨网刷愈来愈起，无偌久就听到真大声，规地规离拢放落来，家在走了有紧，才无人受伤。不是我会怕，是每个人都会怕，好不好？做那个鹰架起来，但是那个鹰架根本就没有用啊！你那个都4、5层楼高的老旧房子，那个倒下来就鹰架可以挡住什么？虽然气象局捌测到的瞬间阵风是5到6级，不过这栋戏院拆除就不是出状况，在地是真无奈。那这届更加算在内，今年已经是第4届出差错。怕这是哦，惊地掉，毋则会先偷掉偷风变啦，阮拢下班去啊。今年1月今日戏院就因为地动墙围倒落，地排过来车。6月因为时间无注意，位在4楼悬的挂树也捌放落。8月时间搁再落土角，附近住户拢讲，大概都要抢暗头紧走过，上惊万不利互夹着。市表示，现在除了下令停工罚30万，营造厂甲建筑师也因为造成公共危险被上班。营造厂商也会送到营造业生意委员会处分。把周遭的一些石块、土块以及相关的一些破损的鹰架先修复，那让所有的道路周边的附近围成一个比较安全的状况之下再来停工。市府表示，若审议过确定处分停业1年，厂商伫高雄所包的其他工程也就全部停工。也若今日戏院现场停工进前，爱先甲落落的物件总清掉，安全网定个修好，等下复工计划审核通过，才会使搁动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所阿公店溪附近最近有流浪狗疯虐待，动保团体接到通报，赶紧去现场，把狗仔带去病院。其中有一只狗仔目睭灼伤，真严重哦。动手的人是真残忍，动保团体嘛提出5万块，要来掠凶手。倒蕊目睭肿起来，面阁有血，但看到人也是会害尾溜，互感觉真唔甘。在1月30，动保团体接到通报，这只白色流浪狗伫冈山阿公店溪附近，红旗棍啊拍甲血流满面。冈山地区，靠近阿公店溪的附近呢，有一只流浪犬，它的左眼是遭人用棍棒
整个把眼球都打破满脸都是血。小心一点啊！狗互麻醉射着了后，惊吓走入去溪边密起来。救援人员有小小心行入去溪边，才将狗仔抱出来送病院。兽医判断狗仔的目睭互外力重击，伤甲真严重，恐惊爱将目睭揢掉。互动保团体起价决定用5万块掠凶手。很多发生在类似像阿公店这边在很偏僻乡间，根本连监视器都很难寻找所以我们这一次才会决定悬赏5万元。动保团体无奈，虽然根据动保法，虐待动物会使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拘役，并科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但动物袂晓讲话，嘛互掠凶手变了困难。目前高雄动保处嘛接到消息，表示会去了解狗的伤势甲案情，做后续的处理。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今年的5月份，咱国内疫情升到3级警戒哦。半冬外时间，病院拢禁止探病，社区的咨询服务嘛暂停。有一寡精神病人的状况是变甲真无稳定。伊地基金会就呼吁政府应该重视这款问题。为了防疫，都要减少人甲人的接触。不过，这煞对精神疾病患者带来真大的压力。伊甸基金会人员演出行动剧，内底播讲有患者因为社区咨询服务暂停，梦想的症状是愈来愈严重。加上王太太指出，伊治疗精神疾病的囡仔要长伫大院，不过探视的时间缩短，伊无希望囡仔拢无甲人接触。几个月落来，伊感觉劳心苦尽。如同许多家属的心境一样，我们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也很怕如果下一次疫情再升温，那我们家属还有生病的当事人，是不是又陷入一样的困境里呢？伊甸基金会讲，伫疫情的期间，因为长时间欠缺人际上的连结，不少精神障碍的患者状况是愈来愈歹。防疫并无考虑这群人的需求，有的病院禁止探视，相关咨询的服务拢暂停。有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是进步步提无路，要求政府爱量早部署，了解因的需求，而且更加积极来提供配套的措施。比如说住院，你可以用视讯嘛，然后或者是社官可以多用电访等等的。那可能那时候我们知道的讯息是，其实社官都被调去做疫调，他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做电访。那当然减少面访可以理解是为了减少染疫，但是增加电访、增加视讯访应该是一种方向。伊甸基金会整理伫疫情的期间，打电话来求助的人，主要反映5项问题，包括医疗服务暂停的时阵，欠缺紧急安置的措施；住院的时阵，通讯受到限制；社区的服务暂停，平常时摕药啊、看门诊变甲较无方便；入去厝里的服务嘛停起来。呼吁政府要要以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因所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一个9岁查甫囡仔帮伊弟弟自闭症的小弟设计一个 app， 只要用手镜头指手机顶头的图样，就有声音来说明哦，互无法度讲话弟弟会当来表达心情。那么做伙来了解。I want to go to the toilet. Toilet. 6岁亚当饲手机顶悬的马桶都市，这款 app 马上讲出伊的心声，坐伫边的阿兄尚恩听到也真欢喜，因为这个 app 就是伊为得到自闭症、为语障碍小弟所设计。I knew if I didn't develop this app, then I don't know anyone who would think of it. 9岁尚恩表示，学校功课原本只是要设计游戏程式，后来伊想讲，为啥无要教因正做适合小弟使用 app 呢？伊就利用简单明了都市，配合句型表达，互小弟用轻松甲别人沟通。爸爸也感觉这款 app 的辅助小弟的学习有明显进步。Him asking for food, him telling you he was hurt, him wanting to go to the toilet, all of those things was guesswork. Basically, it just opened up more choice for Adam. After we created it, he's now asking for more things and he's developing faster. 统计显示，有4成自闭症囡仔有讲话障碍。尚恩的爱心不止协助小弟克服语言表达问题，也希望让其他有同款问题囡仔也受惠。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来看华人的咖啡产业最近这几档是愈来愈有规模。县政府辅导原住民对选品种、种植、采收、烘咖啡到最后的行销目前效果是拢阁袂歹。种咖啡已经有12年经验的林先生，目前伫花莲种咖啡的面积有2.5公顷。为了顾品质，伊申请有机认证，要来打造专业的品牌。不过创业是真无简单，尤其是搁要做有机的。所以疫情这一块，让大家的收入比较微薄。要坚持做对的事，大家要一起努力，往正的方向前进。花莲种咖啡的面积差不多是80多公顷，
虽然产量无大，不过县府按算以协助种咖啡的农民生产精品咖啡为目标，除了偏甘的活动，嘛要求爱精进种植的管理，还有烘咖啡豆仔的制停。花莲的地理环境条件跟巴拿马其实有部分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持续在咖啡产业上面做更多的工作。县府强调讲，花莲种咖啡的所在虽然海拔并无悬，不过唱国地形的原乡地区，培养出真侪优良的咖啡豆仔。未来迈向成立咖啡庄园平台模式，来推广花莲的咖啡，希望让花莲的咖啡走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礼卖了羊厝，今年为社区的长辈安排学跳舞、人摇鼓。虽然因为疫情真侪时间拢无法度上课，也毋过最近嘛是安排这长辈伫庙会来表演，但嘛做伙来互这老大人一寡鼓励。音乐走落去，连面弄摇鼓，连面人特侪彩带。婚礼卖了的羊厝关怀据点，招一寡社区的老大人做伙来学跳舞、活动筋骨。新歌表演佮结合庙会，互一寡阿公阿嬷做伙来热闹一下。老岁仔健康嘛真好，做这个腰鼓的表演嘛是大家真好，真热闹。腰鼓比较轻，然后对他们的反应能力啦、手脚利落会比较利落一点。刚开始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完成？但是后来他们觉得很热情奔放，而且跳得很棒。羊厝关怀据点有开办侪课程，亲像手工艺、毛笔课等等。因为即摆教摇鼓是今年才开的课程，其中佮拄当疫情暂停练习，因嘛真欢喜，佮有法度来表演练成果。非常的欢喜，会使少年咧10岁。大家是认真希望未来会当讲，借助咱社会更较侪气氛更较好安尼。羊厝社区透过这寡课程，唔但促进老大人身体健康、骹手流力、放慢退化速度，嘛鼓励因出门来甲厝边头尾交流，同齐为表演当中得到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2当1届的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张总统蔡英文亲身来颁奖哦。得奖的导演李安致辞的时阵讲，台湾是伊的根，会当成做台湾文化的一部分，伊感觉真骄傲。2年一遍的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伫圆山大饭店隆重举行。今年主题是闪耀世界自由之光。文化经文奖得主是导演李安，为总统蔡英文的手头接过奖座椅，感觉这个时阵真光荣。它是我根深蒂固，它是我的根底，所以我以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的一份子，感觉非常的骄傲。我也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今年的金马奖结束，李安也卸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中华饮食男女拍片基地领奖，对伊来讲意义非凡。外界烦恼金马奖的未来，敢会受到疫情加国际这个因素影响？李安也是充满期待。金马奖都是一样，欢迎大家来，只要是华语片，我们都欢迎。那我们秉持同样的原则嘛，希望参加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年度电影人的大聚会。今年得奖的除了李安，也有人道奉献奖的得主陈英基医师，也加青年创意奖的得主陈碧君，拢亲身参加领奖。这个不是给我个人的，应该是给台湾的安宁团队的常年推动善生善终的理念的一种肯定。谢谢总统文化奖的鼓励，让我的父亲认同了我，让我不放弃霹雳舞，让我知道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是对的。在地希望奖得主台湾千里报道协会、加社会改革奖得主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分别由副执行长徐明谦加陈文成的小妹陈宝月女士代表领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水拿在地高中小有一群学生囡仔配合纪念1621年大航海时代岩树节开台400周年，因画出48画，嘛甲作品拢挂伫北港糖厂的墙围啊，来讲出在地历史故事，咱做伙来看卖。我们要先把它部分的颜料把它。在地画家当咧指导学生囡仔画图，利用各种色料来创作，总共爱画48把，100有5公尺长，被挂伫北港糖厂的墙围啊。我觉得画这个很有趣，就可以让自己画画技术更好。就是可以借由画画认识到严思琪，
提升自己的画画技术。学习就是一些调色，然后还有老师的指导，懂得要把色调在哪里，还有画在哪里。云林县政府为着要纪念互人叫做开大王的颜师节，伫1621年达到本港好客，鼓励着汉人伫水拿本港地区开垦。满400年，县政府特别邀请到北港、水拿20间国中小的学生甲艺术家，画48图，故事内容除了有颜师节来台湾，也有近代的北港妈祖，甚至是闹热滚滚的北港街啊。那因为有艺术家从旁的指导，学生获益良多啦。因为它的内容就含有实在的一个部分聊聊地方事，聊聊地方的历史，让学生除了彩绘以外，对于地方的人文历史也能够有所了解。目前这48图拢已经挂伫北港糖厂外口，若总去到云林地界行大民众，也会当去参观这段囡仔用心创作的图片，也会当看到云林在地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法国巴黎踢球的脚球名称梅西伊第7届摕到金球奖嘛打破家己保持的历史纪录。Lionel Messi。梅西阁摕到金球奖，太太甲3个后生拢伫现场为伊拍抱啊。梅西今年7月率领阿根廷伫美洲杯摕到冠军，结束阿根廷伫国际比赛失去28年冠军，互伊拍败波兰前锋莱万多夫斯基。法国脚球名称本泽马丁对手摕下生涯第7座金球奖。Sí, como dije antes, este es especial en ese sentido, ¿no? Que la anterior veces o alguna de las anteriores veces siempre me quedaba la sensación de que me faltaba algo, de que no había cumplido los objetivos que。梅西改写家己保持的纪录，也将这个奖献予阿根廷国家队的队友。梅西今年8月离开巴萨，转去加盟巴黎圣杰曼的时阵，嘛震撼全球。这个奖项对来讲也真有重要意义。Como a mí me hubiese gustado con la selección, había estado muy cerquita y no lo había podido conseguir hasta este junio pasado, así que fue un año muy especial para mí en ese sentido y este premio me da muchísima fuerza para。34岁梅西感性表示，伊毋知影家己一个人踢偌久的球，毋过真享受今年的时光。国际球迷也期待伊伫巴黎搁创下好成绩。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耶诞节特别到咯，挪威邮政最近推出新的耶诞节的广告内容是耶诞老人伫平安暝送礼的时阵去拄到爱人，开始谈恋爱。那么做回来看耶诞老人的爱情故事。这声音为一个浪漫爱情有一个开始。挪威邮政11月底推出新广告，描写耶诞老人对入爱河的故事。这个新广告改变一般人的印象，因为耶诞老人谈恋爱对象是一个叫做哈利的查甫人。广告叫做《当哈利拄到耶诞老人》，有向经典浪漫喜剧《当哈利拄到莎莉》致敬的意思。两人一年伫个耶诞夜一见钟情，了后逐年拢会相会。啊，不过因为耶诞老人拢爱无用送礼，相聚时間拢真短。Jeg kommer til å savne deg. Det er mange som venter på pakkemusikk. En dag i året. Et år til. 这场苦恋连续几啊年，今年耶诞老人准备一个大驚喜。Hei, det var kommet noen pakker til deg. God jul! Jeg fikk tak i litt assistanse i år, så jeg kan være sammen med deg. 这场恋情最后以两人咱做伙受枕受尾。挪威邮政也伫广告最后写2022年是挪威同性关系独罪化50周年，所有人拢能爱你所爱。因伫声明中表示，希望每一个人拢能被看到、被听到、被接纳，也致力打造多元化工作环境。作品推出了后，得到广大回响，也互历年广告一直出奇招的挪威邮政，搁一摆成功受到注目。公司新闻7万0朋友。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
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再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